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Watson Sour 神酒之旅。今日嚟到烈酒系列嘅第二集，繼上集介紹完100分乾邑後，今日我哋就要講全球最有價值嘅烈酒榜首——中國貴州茅台。究竟一支茅台點樣可以承載住濃厚嘅中華文化遺產，自秦朝起流傳至今，仍然係中國白酒嘅表表者？同時應變世代嘅變遷，發展出唔同嘅茅台周邊商品，同埋跨領域同不同嘅品牌合作，令年輕一代更容易接受呢款酒精濃度高達53% 嘅烈酒咧。開始之前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喺介紹茅台之前咧，一定要先講中國白酒嘅類別。同其他烈酒以原料或地區等等作分類不同，中國白酒以香味風格嚟區分酒款。坊間以12香型8大名酒作統稱，而茅台咧就係8大名酒之一，12香型中嘅醬香型代表酒款。醬就意指發酵嘅味道，而香咧就取自於茅香。醬香型嘅酒款咧，多數擁有層次豐富，猶如陳年酒窖般嘅濃郁香氣，口感醇厚。相比起濃香型嘅酒款，例如係瀘州老窖、四川五糧液等等，香氣清新，口感柔和不同。醬香型嘅酒款回味更悠長。若然你倒瀉咗茅台喺件衫度咧，個香味可以維持1、2日都唔會散㗎。要了解茅台點樣形成咁獨特嘅風味咧，就一定要先從佢嘅生產工藝講起。茅台酒嘅生產週期咧長達5年，經過不少於30個工序，係其中一支釀酒工藝最複雜嘅中國白酒。而佢嘅釀造工藝咧主要有6個步驟：原料處理、製曲、發酵、蒸餾、陳釀及勾兌。茅台酒由端午製曲開始。酒廠咧會挑選優質嘅小麥磨成曲粉，攪拌並踩製成龜背形，然後放入發酵倉高溫發酵40日左右，曲塊溫度最高會達到60度以上。之後進行擦曲嘅過程，期間工人會對曲塊進行2次翻倉，即係排除發酵中產生嘅多餘濕氣、水分同埋廢氣，令發酵更加均勻。高溫製成嘅大曲會散發住濃郁嘅曲香，正正咧就係茅台酒醬香嘅主要來源之一。之後咧就到處理茅台酒另一個重要嘅原料，當地生產嘅紅高粱。喺收割嘅時候咧，酒廠會嚴格篩選顆粒堅硬、飽滿均勻、皮薄、色澤金黃同埋冇發毛跡象嘅高粱，然後將佢哋破碎，跟住進行釀釀、上蒸、蒸涼嘅步驟。之後去到攤涼呢個嘅程序咧，就會加埋曲塊落高粱入邊，然後咧以高溫堆疊，令味道更為提升。之後堆疊好嘅高粱咧同埋小麥就會發酵到農曆重陽節，然後先開始正式製酒。當中經歷2次嘅投入原料、9次嘅蒸煮過程、8次嘅發酵同埋7次嘅取酒。基酒咧要至少陳釀3年，然後由專業嘅調酒師混釀不同年份嘅基酒，再儲存6個月先會裝瓶同埋推出市場。釀造工藝如此複雜，茅台酒先會發展出咁獨特同埋多樣嘅香氣，例如有小麥、穀物、榛果、烤核桃、各種水果、薄荷、焦糖、草本同埋朱古力等等。相信咧唔少觀眾咧都對茅台酒嘅種類感到非常疑惑。除咗因為茅台酒係一個品牌，亦係一個酒款之外咧，茅台酒亦有分外銷同埋內銷嘅版本，年份不同同埋特別版包裝亦都唔一樣。加上因為茅台酒非常珍貴，亦會有假酒嘅情況。咁所以咧就等我介紹翻最多人認識嘅幾個版本先啦。首先就係大家都熟悉嘅飛天茅台酒，就係外銷版本；而有時大家會聽到嘅5星茅台酒就係內銷版本。兩個版本咧都有住唔同嘅包裝。新版嘅飛天茅台酒咧使用塑膠封膜，酒標上印住飛天嘅商標。呢款包裝咧就由2009年開始沿用至今。以前咧亦有用過透明膜、紅膜、鐵蓋等等嘅包裝。另一個種類嘅茅台酒就係陳年茅台，包括15、30同埋50年。佢哋用法定年期較長嘅基酒混合新酒勾兌而成。但同時咧保留茅台酒陳年過後嘅味道，年份越高，醬香越突出，酒體亦都更加香醇。你可能會問點解要混合新酒？原因就係因為呢啲舊年份嘅基酒味道非常之濃，大多數人咧都難以接受，
所以需要混合新酒，概念咧就類似利賓納，令佢更易入口，同時保留陳年茅台嘅精髓。最後咧就係好多收藏家都知道嘅生肖茅台酒。貴州茅台酒會喺唔同嘅年份出產不同生肖酒款，印製喺包裝上面，令酒款咧更有收藏意義。例如今年係蛇年，貴州茅台酒就出產咗以東方傳統顏色二沙為主調嘅樽身，並印上蛇字樣嘅船書，結合國家一級美術師郭子良創作嘅靈蛇出處風不動藝術作品，以及著名書法家辛萬勝嘅書法作品作為酒標。茅台酒近年積極咁同唔同品牌合作，同埋發展周邊商品，例如係茅台雪糕、茅台奶茶、咖啡等等，令茅台酒再次成為年輕人討論嘅熱話。至今，茅台酒仍然係中國白酒嘅代名詞，不論係應酬、慶祝定係送禮，首選都會係茅台酒，因為呢一杯酒唔單止係一款中國白酒，更加係一場歷史、文化同埋品味嘅巡禮，令外國人可以更了解同埋體驗中國嘅飲食文化。如果你都想一試呢一支擁有深厚文化底蘊，並以獨特嘅製作工藝釀製出卓越風味嘅中國白酒，就記得一定要喺有商譽嘅店鋪購買，例如係屈臣氏酒窖。多謝大家睇到嚟呢度，希望大家對中國白酒有更深入嘅了解。下一集就會係烈酒系列嘅最後一集，有邊個品牌想更了解嘅話咧，就記得要 comment 話我哋知。鍾意呢條片記得要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